5000年前，孔老夫子就说过：“芝兰生幽谷。”南投水里山间，一大片兰花株迎风摇曳，翠绿间掺杂着的白黄叶片，外行人看来不够完美，原来才最珍贵。有个美丽的行话叫“出意”，都是竹柏兰。对。但是你看到这个叶片没有出意，跟有出意的身价大不同。这个一株50块，请问这个要几多钱？1钱元。跟着兰花达人胡有成的解说，看出点门道。叶片白边多一点的叫爪意，能往叶脉中间拉的是最顶级的褐意，稀有，透过价格彰显。以前炒作到1芽都上百万的，500到1000啦吼，看几太条，看有几多皮叶的。曾经2株兰花芽可以卖6万，大规模育种量产之后，身价今非昔比。但是爱兰者的初衷不改，30年的兰花事业源自单纯的情感。因为它长得很可爱啊，我从小时候就很喜欢兰花。让兰花依照它的方式成长，这是胡有成的养兰心法，看似随性却处处用心。花具还特别从韩国进口，常常也有韩国和大陆的同好跨海交流。谢谢胡大哥今天教我们好多关于兰花的学问。那该告辞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说眼前落去？长来了，哎呀，安尼讲得错呗。就是如果我们要告辞的时候，说我先告辞了，眼前落去。这个时候呢，主人可以说脏来了，对吗？对，都错。像是在洒满阳光的兰花园里上了一堂课，也体悟到为何数千年来众人爱兰的理由。眼前落去，脏来了，眼前落去。脏来了。